你有冇發現國內90%嘅品牌咧，一停廣告就消失㗎啦？呢個唔係市場問題，係品牌建立停留喺幼兒園水平嘅問題。大家好，我係導演 Peter 哥，30年廣告導演、碩士班導師、註冊高級催眠治療師，全部嘅 VHBM 內容都可以喺 Linktree 揾到嘅。國內好多嘅所謂品牌建立咧，其實只係3樣嘢：一 logo 設計，二視覺包裝，三不停咁燒廣告，甚至連呢3樣嘢都做得好差嘅。呢啲全部都係表層動作，唔係品牌。真正嘅品牌係存在喺人嘅潛意識入邊嘅，係一個自動化嘅心理反應、心理機制嚟嘅。當觀眾一見到你個名，就即刻產生信任、好感同選擇傾向，呢個先叫品牌。舉個例啊，好多品牌每條片都喺度介紹功能、優惠、價錢，但觀眾其實係完全記唔住嘅，因為佢哋冇做過任何潛意識植入啊嘛。相反，真正高效嘅品牌影片會透過畫面節奏、敘事結構、權威語氣同重複一致嘅心理暗示，慢慢咁去建立一個集體記憶。呢個正正就係影片催眠品牌營銷做緊嘅嘢，係用影片同催眠原理直接影響個選擇機制喺潛意識裏面，而唔係靠硬 sell 咯。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。之後留意翻 VHBM， 即係影片催眠品牌營銷法則100條嘅免費線上講座，同埋付費線上或者實體課程嘅公告。講座課程會教你點樣用影片同埋潛意識，再加埋 AI 嚟達到品牌營銷嘅超高效益。如果有乜嘢影片、品牌營銷嘅問題，都歡迎留言提問，我會盡量回覆嘅。如果公司需要個案顧問服務，都可以揾我。